柳营在天宴王传教活动，由王公做的王船。16号早上到凤湖东水南边迎望，17号农历10月17号左右要开港送王，然后要烧王船。哇，那塑胶袋就是防那个纸做的那个将军啊、水手啊，防雨淋变性盖住的。哇，这个环都打开了，一艘船都很多钱，凤湖中学都捐了10万块钱左右，领会护专可能也有捐。现在要送那个金纸上去，那烧王船要用。3支旗杆。